南泥灣毛澤東舊居。1943年10月，1943年10月下旬，毛澤東、任弼時、彭德懷對南泥灣進行咗5天嘅視察。佢哋就住喺呢個坐北面南嘅院子入邊，五孔嘅筒窯洞中嘅中間就係會客室。佢就喺度視察咗八路軍359旅嘅布防嘅。呢個係窯洞入邊嘅情況。這個地方就應該是